头德山的灵天宫有160年的历史了，即天为11尊的神尊来举办开工的仪式，真侪乡亲来响应。 比如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为新尊开工，放五色线、五谷等等物件，代表市民会当保庇地方丰收。金银即买到珍珠也是讲即个丢端入在咱即个佛像内底。祈求啥物？其实嘛是祈求咱即生活会当富裕啦硬虎头帮放入太子元帅神像内底，民间的习俗讲虎头帮愈歹，愈会当展现出神明的神威。入虎头帮也是讲入夜间，这无对唔对，是讲这是在地方的这习俗安尼嘛是拢祈求讲咱即尊神像神威会当更加显赫，来济世万民。有160年历史的德山镇中央里的灵天宫为11尊神尊举办开工祈福法会，嘛替地方的居民添福添好运。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